今日係四旬期嘅第3主日，天主嘅愛使我哋永遠不會口渴。藉着聖神，我哋心認同埋朝拜天主，就讓我哋喺今日嘅彌撒裏邊，祈求天主繼續賜予我哋活水，使我哋喺佢嘅愛內生活同埋成長。今日經文喺經書嘅35頁，或者請大家留意熒光幕。彌撒即將開始，喺度提一提大家，請將手機關上或者改為靜音功能。多謝合作。進堂詠，我哋會重唱歌書202首《耶路撒冷讚美上主》。請起立。
上主說：當我在你們身上顯為聖的時候，我要把你們從異民中領出，從各地聚集你們。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洗淨你們，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各位主內兄弟姊妹，今日我哋以水嘅主題潔淨我哋嘅水，基督作為活水，由內心湧出嘅活水嘅江河，能夠由我哋內心去潔淨我哋，尤其為後世者度新生活嘅準備。基督以水嘅標記準備我哋喺禮儀入面潔淨我哋，都係考核傅油禮，驅走內心嘅各種嘅惡魔，各種嘅羈絆。我哋基督徒團體亦都陪同佢哋，以更加好嘅準備喺四旬期辦告解，喺禮儀入面嘅虔誠，求天主潔淨我哋到基督內嘅得救蒙恩嘅生活。各位兄弟姊妹，現在我們大家認罪虔誠地舉行聖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請眾同禱。上主，我們懇求你垂顧我們的後世者，恩賜他們智慧和受教的心，學習以相稱的生活來讚頌你，並求你為了你的光榮改造他們，恢復他們因原罪所失去的尊嚴。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天主耶穌基督，
他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阿瑪，請坐。恭讀出谷記。那時候，百姓在曠野裏非常口渴，就抱怨梅瑟說：你為什麼從埃及領我們上來？難道要使我們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嗎？梅瑟向上主呼號說：我要怎樣對待這百姓呢？他們幾乎就要用石頭砸死我了。上主回答梅瑟說：你到百姓面前，帶上幾個以色列長老，手中拿着你擊打尼羅河的棍杖。看，我要站在你面前，在曷勒布的一塊磐石上，你擊打那磐石，就有水流出來給百姓喝。梅瑟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照樣做了。梅瑟稱那地方為瑪撒和麥黎巴，因為以色列子民在那裏爭吵過，並試探過上主說：上主是否在我們中間？上主的話。大家前來，我們要向上主歌望，在向救助我們的磐石高歌歡呼，一切到他面前感恩讚頌，向他歌唱聖詩，歡呼音榮。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不要在那樣深暗。請大家前來，一切伏地朝拜，向在我們的上主，愛世是愛，因為他是我們的真神，我們是他牧養的羊牧，是他親手所引導的羊群。你們今
聽從他的聲音，不要再像在馬利巴那樣心硬，也不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天。你們的祖先雖然見過我的工作，在那裏他們還是試探我，考驗我。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我要在那樣心硬。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我要在那樣心硬。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弟兄姊妹們，我們既因信德成義，便是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天主和好了。藉着耶穌，我們得以因着信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這恩寵中，並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望得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着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當我們還在軟弱的時候，基督就在指定的時期為不虔敬的人死了。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為善人或許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天主怎樣愛了我們。上主的話。感謝天主。主，你確實是世界的救主，請給我活水，免得我再口渴。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
那時候，耶穌來到撒瑪黎亞的一座城，名叫色哈爾，靠近雅各伯給他兒子約瑟的莊田，在那裏有雅各伯井。耶穌走累了，就順便坐在井旁。那時大約是第6時辰，有一個撒瑪黎亞婦人來打水，耶穌向她說：請給我一點水喝。那時耶穌的門徒都到城裏去買食物。那撒瑪黎亞婦人就回答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亞人一向不相往來。耶穌回答那婦人說：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就會求他，而他也早就賜給了你活水。那婦人問說：先生，你連打水器也沒有，而井又深，你從哪裏取得那活水呢？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呢？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裏的水。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但誰若喝了我賜給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婦人說：先生，請給我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來這裏打水。耶穌向那婦人說：去，叫你的丈夫再回到這裏來。那婦人回答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我沒有丈夫正對，因為你曾有過5個丈夫，而你現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說得真對。婦人向耶穌說：先生，我看你是個先知，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們卻說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回答說：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出自猶太人。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婦人說：我知道默西亞基督要來，他一來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耶穌向那婦人說：同你談話的我就是。正在這時，耶穌的門徒回來了，他們都驚奇耶穌同一個婦人談話，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或你同他談論什麼。於是那婦人放下自己的水罐，往城裏去，向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於是眾人都從城裏出來，到耶穌那裏去。這期間，門徒請求耶穌說：辣彼，吃吧。耶穌卻回答說：我已有食物吃了，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門徒便彼此問說：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食物嗎？耶穌向門徒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你們不是說還有4個月才到收穫期嗎？看，我對你們說，舉目看看這些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正如俗語所說的，撒種是一個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動過的地方去收割，
別人勞動了，而你們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城裏有許多撒瑪利亞人順從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他向我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這樣那些撒瑪利亞人來到耶穌面前，請求耶穌在他們那裏住下。耶穌就在那裏住了2天，還有更多的人因為耶穌的宣講而順從了耶穌。他們向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上主的話。呢台彌撒為胡毅嘅求恩意向祈禱奉獻。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今日我哋聽以水為主題嘅各篇嘅讀經，好長嘅讀經。如果你平時冇睇聖經，如果你每日默想大概15至30分鐘聖經，神父冇咁多時間啊。其實我根本冇睇聖經啊，咁所以呢聖經就好長啊。如果我哋都平時有睇聖經呢，呢啲可能只係你1-2日睇嘅份量，係咪？我哋會花心機花時間睇聖經，天主先可以同我哋說話，同後洗者說話，喺你哋領洗之後繼續說話，因為我哋唔會再好似第一篇讀經麥黎巴嘅時候梅瑟佢哋嘅經驗，佢哋問天主係咪同我哋一齊？上主是否在我們中間？呢個係嗰啲垂頭喪氣，嫌啲讀經好長，唔再返禮儀，唔再過團體生活嘅人，佢哋時時嘅內心嘅說話，有陣時仲講埋出嚟添。因為佢哋冇辦法去細味天主同佢一齊。而家頭先我同啲小朋友講，陣間要擘大對眼參加彌撒，天主要同你哋講嘢，係咪？有個父仔同我講，神父，我眼皮好重。我話你同天主講，我眼皮好重。你要同天主講，如果唔係，你點樣去求呢個水？你唔係尋求嘅人，你又唔係得到嘅人，你就係喺得到之後，聽到之後，應該係話聽到之後放棄嘅人。即係話天主就算喺你中間，你都冇辦法得到佢俾你嘅永生嘅水。見唔見到啲植物咧都變咗啦，得翻啲綠葉啊，我哋咧收起啲花添。因為咧我哋要喺曠野入面走過，但係承認天主喺我哋中間。因為我哋聽到讀經，我哋感到喜歡，我哋一齊為呢啲嘅讀經天主嘅說話，我哋一齊前進，一齊悔改，一齊改革自己嘅生活，一齊努力。開花結果嘅日子好快到，只係瞬間，只係片刻。天主嘅恩寵，拍一下手指，佢就發生。只要你願意，告解亭係發生好多奇蹟嘅地方。你一個唔悔改啊，唔放棄嘅罪人，一個唔放棄嘅罪人，會成日喺告解亭經驗到天主嘅奇蹟。相反，一個放棄嘅罪人，就算天主係咁送上所有嘅智慧、愛情，佢都好似睇電話咁，掃過、掃過、掃過。神父咧第一次咧養死咗一棵植物咧，係點發生嘅咧？就係咁淋水啊！咁淋水淋完之後，下面有啲積水，咁梗係陣間咧會有人攞走嘅積水，唔好養蚊啊！咁我諗住咧攞走啲積水就冇乜問題啦，都死喎！啊！我淋水又冇水流出嚟，點解會死嘅咧？咁啊向啲花藝師咧就問下。神父，
你真係淋得太多水啦。我話冇流出嚟啊啲水，係啊，因為啲水已經令到個泥土呢黐到實晒，好似變咗嗰啲即係泥膠咁樣，啲根已經冇辦法唞到氣。原來喺氣根嗰度叫氣根，喺下面啲根嗰度唔係淨係要水，仲要咩啊？要有空氣。因為太多嘅水壓住咗，冇空間呢，連水都吸唔到入去。有水嘅張力有啲高中同學啊，可能知道我講乜嘢。有水嘅張力，又冇咗一啲嘅空間，係冇辦法吸水。有老師喎，係喎。我哋點樣可以讓自己養活個靈魂呢？係唔可以不斷咁淨係放水，我哋要留有空間。如果唔係，我哋冇辦法讓嗰啲泥土好健康，我哋能夠吸嗰啲嘅水。永生嘅江河要喺我哋嘅心流出嚟，唔可以借俾你啊！如果借俾咗你而唔流出嚟，佢就會鎖住你。你會得咗天主嘅恩寵，但係你唔服務，你唔喺教會入面開始實現你嘅生活。後使者，你望下你哋嘅導師，見唔見到佢教完你之後多咗一條咒文、魚尾文？佢等緊你做下一個導師啊！我話我未必得喎，係啊，因為你要讀書噶嘛，你唔可以淨係以為過咗舞蹈班就可以做老師。教會入面有好多好多，頭先阿思穎幫手做呢個彩排喎，有好多好多嘅職務。小朋友有小朋友嘅職務，大朋友有大朋友嘅職務。你有冇去揾呢啲嘅職務？係啊，我哋有好多嘅就業機會啊。雖然冇錢，但係有永生嘅水經我而流出去俾其他人。喺呢個過程，我嘅心會得到淨化，我會開始識得承受祝福，開始能夠生出第一塊葉，開始開花，開始結果。因為我哋日留有空間，同天主一齊交往，一齊俾時間。今日嘅福音，我哋聽到呢個撒瑪黎雅婦人，短短嘅瞬間，佢有好大嘅改變。可以咁講，呢啲嘅對話好似講緊我哋呢度發生緊嘅事一樣。譬如你睇下頭先嘅讀經，打開你哋嘅讀經，睇下你哋嘅讀經。呢個撒瑪黎雅人喺第六時辰嚟打水。根據若望嘅記載，佢嘅第六時辰呢係由6點開始計啊，唔係6點，第六個時辰12點。第六個時辰喺正午啊，又熱啦，又冇咩人去嗰度打水啦。佢係一個會自己一個行動嘅人，都係因為可能係自己係罪人嘅關係啦。因為佢有幾多個老公啊？6個，係啦，唔係5個啊，5加1，係啦，5加1。永生嘅江河基督，佢竟然問佢：俾啲水我飲啊！哇！天主你做乜嘢啊？係我問你攞水就真，點會係你問我攞水呢？天主喺我哋內心成日同我哋講一啲其實係應該我哋講嘅說話。我哋讀經本來係我哋心入面應該開始學講嘅說話，不過天主將說話先放喺我哋嘅口。當我哋讀經讀俾自己聽，我哋慢慢讓天主嘅說話由聽到變成講得到，唔係淨係口講口噏噏，係開始喺心入面講到出嚟。其實邊個最想聽到呢句說話？係耶穌。邊個講啊？撒瑪黎雅婦人，你話俾耶穌聽，天主你俾呢個水我啦。呢個係最終天主想得到嘅渴望。天主本來冇需要我哋，但係由於佢分享咗愛俾我哋，佢分享咗愛嘅能力俾我哋，佢自己都係愛，接受愛嘅嗰一方，佢都渴望我哋以愛還愛。當我哋識得愛天主，喺萬有之上，我哋唔會再俾受造物騷擾我哋，唔會俾世間嘅情感
一啲嘅關係，攞走天主呢個至尊嘅關係。天主係至尊，願意同我哋交往，時時喺我哋中間，令到我哋自由。即係話我每接觸一樣嘢，小朋友你有冇發覺你讀書係啦？今年讀咗啊，學業進步啊，祝你係啊，下年仲要讀啊，後年呢仲要讀，中學畢業啦，係啊，仲要讀，好似不斷咁加，係咪啊？但係天主俾我哋自由，佢可以令到我哋不斷累積嘅喺受造物之中累積嘅一切，不斷咁樣喺同佢嘅關係入面得到自由。天主，我得到呢啲嘅知識，我讚美你。呢個咪就係自由咯。天主，我得到嘅呢一啲嘅責任，我為你而完成，我唔為自己，所以做得多做得少，天主靠你啦。呢啲係我哋自由嘅方法，我哋愛天主就能夠經驗，到最終能夠飲到呢個嘅水，唔使再嚟呢度擔水，次次都嚟擔水。如果天主不斷咁俾佢永遠嘅水，我由我內心就能夠流出嚟，因為我喺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父，呢個喺內心流出嚟嘅活水。領聖體後，耶穌基督佢做我，佢進入我嘅內心，發出對天父嘅愛。呢份愛係基督教我去愛天父，呢份愛會令我流出嚟，喺內心流出嚟。我唔使喺營營役役嘅都市嘅生活、世俗嘅嗰種爭奪入面去揾活水。活水唔喺嗰度。活水喺內心流出嚟嘅，一個朝拜天主嘅人內心先會流出嚟嘅。你睇唔睇到你哋嘅代父母？係冇開始覺得佢哋有少少面乾碎濕，有少少心意咧，想流出嚟呢？好似有啲嘢講俾你聽，又講唔晒，驚逼到你咁，想講你聽，想你試下，想你唔好驚，又驚嚇親你，因為到最後係邊個能夠去愛啊？係你啊！咁多位基督徒，係我哋嘅內心先可以發呢份自願去愛，唔係其他人。天主嚟鼓勵我哋嘅內心，透過聖事嚟到我哋嘅內心，讓我哋發自內心咁重歸到呢份關係入面。好可惜，呢個婦人第一個反應呢，就係分家。你係猶太人，我係撒瑪黎亞人。一講呢句呢，就好似話俾天主聽，話俾身邊嘅人聽，我係9點虧啊！我係負責做啲咩嘅？於是我哋冇辦法喺整個教會嘅團體入面領受天主從各方湧入嚟我內心嘅愛情，因為我已經停留咗喺呢個我仲以為係被救嘅一個團體，但係嗰個我眼中嘅教會嗰個磐石已經流唔出水。我已經牢固咁喺我嘅族群，我係咩人？我係呢個堂區，我係乜嘢？俾呢一種咁樣嘅，所以我哋稱呼自己做咩啊？公教徒，即係為所有人成為所有人嘅人。公教徒、天主教徒係為所有嘅，係來自所有地方嘅，冇分黨分派，冇唔係喎神父。我見到好多分黨分派嘅教友，唔使驚，可能你都會變成咁。悔改，一齊悔改，就能夠衝破呢一啲嘅隔膜。耶穌點樣幫我哋衝破隔膜啊？佢話：如果你知道天主嘅恩賜，你就會求佢攞呢個水。係個問題唔係我同你喺邊一個族群，係邊一個黨、邊個派別、邊一啲小圈子。個問題係我哋係咪都渴望？如果我哋都渴望，我哋就能夠衝破埋呢啲嘅關係，屋企入面嘅呢啲咁樣嘅疏離關係上面嘅決裂，天主能夠修補愈合，因為我哋都渴望。個婦人唔係即刻繼續，唔係即刻就領受㗎。佢同耶穌講：你都冇水，我哋個個都喺呢個井度，咁多代都喺呢度。講起你冇嘅嘢，我有。
你冇嘅嘢我有。基督徒唔係成日都係咁咩？點解我哋個信仰生活會停滯啊？因為我哋望住隔離嘅人，我哋輕視其他人。你冇嘅嘢我有，呢種係一種幫唔到我哋得到活水嘅態度。我哋要時時欣賞兄弟姊妹入面，佢有啲咩佢有，我冇。咁我哋先至能夠開始望下，死啦！原來我打水器過期啊，或者已經生鏽喎。有冇飲過鏽水啊？生鏽水啊！以前啲水管呢，係啦。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定期更換呢啲嘅濾水器、水管，等自己飲翻嗰啲純正嘅靚嘅水，能夠喺內心唔好再拒絕。你仲大過我哋嘅祖先咩？唔好再咁樣輕視他人，欣賞基督俾我哋嘅禮物，欣賞後世者嘅奮鬥，欣賞呢啲代父母再做代父母或者為其他人做榜樣嘅呢種嘅決心，難保一個決心就脫胎換骨。耶穌話：邊個飲我嘅水就唔會再渴。佢終於有啲轉變啦。佢話咩啊？個婦人，佢話：你俾呢個水我啦。佢開始求啦。天主終於等到啦，等到後世者嚟求啦。你記唔記得你慕道嘅時候，你嚟求物，你嚟問道啊，你嚟求呢種信仰，可能冇咁樣求，冇呢個拳頭去求，但係你嘅內心應該係咁樣，係咪？你而家呢，仲求唔求？教友們，你哋求唔求？如果我哋求，先至會得到，天主會俾我哋永生嘅水。耶穌知道佢求啦，你嗌你啲老公嚟啊！我冇老公，佢拒絕啦。因為你有5+1個老公，呢個係佢哋馬上嘅一個回應。原來求嘅人要真誠。如果你求得唔真誠、唔誠實、唔悔改、唔決心拒絕所有罪惡嘅依戀，你求而不得，因為你冇真誠地求。先生，你係一個先知，你知道好多嘢。不過我學咗呢種朝拜嘅方法咯，同你有啲唔同喎。我已經掌握到一啲噶咯，我已經開始望主日彌撒咯，仲唔夠咩？耶穌話：你相信我啦，真理心神朝拜父先至係真正嘅朝拜。耶穌呼喚個女人入去真誠嘅生活，坦誠啲對天主，唔好再遮掩。天主知道我哋嘅所有，唔好遮掩。喺告解亭入面，你係原告，唔係你係原告，你都係被告。你可以好簡單咁樣講你自己，知咩叫原告被告啊？即係你企晒兩邊喺個法庭度，你係告緊自己嗰個，你都係俾人告緊嗰個，所以你係一定係最公平，唔會有人冤枉你。亦都唔會有人講少啲嘅罪，因為嗰個就係你自己。你只要坦誠對天主，你睇個婦人，佢話：我知道啊，默西亞會嚟，佢會話俾我聽，我哋會告訴我們一切。啱啱耶穌唔係就講咗所有嘢俾你聽咩？講晒你嘅生命俾你聽。呢個婦人仲未知道啊，佢仲未知道原來了解自己嘅天主可以幫我打通埋我嘅視覺，去睇到世間嘅事物。你想唔想有透視嘅眼睛，睇到世間嘅事物嘅原形？你想唔想睇得明，然之後唔會再困擾自己？你想唔想因為你睇得明，你唔會再喺個空氣度打交，喺度對抗住一啲根本唔需要對抗嘅事情？你想唔想喺呢個世界上面，因為你睇得明而得到自由，你開始花心機時間坐低睇聖經，飲杯茶，你終於知道真理嘅所在及智慧嘅所在。上善若水，真理至善，好似水咁樣，利萬物。
令到所有嘅嘢都得到益處。你嘅每一刻做教友之後，每一刻你都會做為人有益嘅事，造就人嘅說話同埋事情。你唔會再為別人嘅罪喺度埋單，因為有人已經埋咗單啦。耶穌啊，佢話交俾我，我係天主，交俾我，係咁樣。當耶穌話同你講嗰個就係啦，我就係嗰個知道一切嘅嗰一個，我就係真理啦。我唔單止知道你嘅生命，我仲知道世間、歷史間、科學所有嘅一切。你嚟啦！呢個婦人擺低咗個水罐，去到個城市，生命從此改變。呢個改變係決定性嘅，但係唔係已經達到完美。我哋一定要努力。透過今日考核傅油禮，願呢個內心嘅魔鬼能夠被驅走，你能夠有力量，好似第二篇讀經咁樣，你能夠知道係我軟弱嘅時候，基督為我死，佢擔起咗我嘅負擔，而家我自由，我有咗自由，我要學誡命，我有咗自由，我要學基督嘅教導，有智慧，學呢種上善若水，呢種至善嘅生活係點過嘅呢？唔為自己不斷流出去，不斷祝福，唔再詛咒，終止呢個世間詛咒嘅輪迴，一種不斷嘅旋轉嘅一種不斷翻嚟嘅一種詛咒。我哋唔再進入呢種嘅漩渦，因為基督使我哋自由。係咁樣，天主證明咗佢點樣愛我哋，佢終止所有嘅詛咒。佢要讓我哋成為祝福嘅恩寵嘅承繼人。主，你確實是世界嘅救主，請給我活水，免得我再口渴。阿們。請各位候洗者和代父母上前。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我哋嘅候洗者需要大家嘅祈禱同埋支持，好使佢哋徹底認識罪惡對人嘅傷害，而且渴望獲得天主子女嘅自由。各位候洗者，你哋要依靠天主嘅德能同埋佢嘅慈愛，勉力離開罪惡嘅控制。而家請你哋跪下，表示喺天主面前嘅懺悔。請代父母將你嘅右手搭喺佢哋嘅肩上。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請起立，我哋一齊為我哋嘅候洗者祈禱。教會懷住信心甄選咗佢哋，求主幫助佢哋妥善準備自己，好能喺即將來臨嘅逾越慶典，領受基督所賜嘅入門聖事。願候洗者時常把天主聖言保存心中，並日漸深入體會聖言的智慧。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
基督來是為拯救迷失的人，願後世者能深入認識基督，並決心跟隨他。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後世者能全心謙下，承認自己的罪過。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後世者在生活中能有堅決的意志，拒絕一切相反基督的言行和價值觀。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洞悉人心的聖神堅固後世者，並幫助他們修養德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同一的聖神教化後世者，幫助他們認識天主，並使他們的行為舉止都能忠悅於天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願後世者和他們的家人全心寄望基督，並由基督手中得到平安和聖化。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我們全體會眾在準備逾越慶典的同時，都能得到心靈的更新，並積極實行愛德。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願軟弱者得到堅強，破碎的心靈得以恢復完整，迷途的人被領回正軌，在正途生活的人獲得救恩。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主俯聽我們。現在請大家靜默片刻，為個人心中嘅意向祈禱。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天主聖父，你派遣你的聖子作我們的救主。今天在你面前的後世者，如同當日的撒瑪黎雅婦人一樣，渴求活水。求你以聖言改造他們的生命，幫助他們承認自己的罪過和軟弱，不致絆倒。唔好讓佢哋因過分自恃而被撒旦的力量所欺騙。更求你拯救他們脫離虛偽與錯謬，並認清內心存在着的邪惡，而得到潔淨。求你幫助他們走上救恩的道路。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主耶穌，你是我們所渴求的水泉，所尋找的導師，只有你是神聖的。今天候洗者在你面前，誠懇地打開心門，承認自己的過犯，求你寬恕。為此，請你以慈愛扶助他們，在他們軟弱時堅強他們，恢復他們身心靈的健康，消除他們的飢渴，並賜給他們平安。我們以信德呼求你，藉你聖名的德能，快來救助他們，正如你復活時已戰勝了惡神。求你為他們驅逐惡神，並向他們展示在聖神內生活所應走的道路，引領他們邁向天父，並以真理來朝拜他。你是天主，永生永王。各位候洗者，喺下一次考核禮嘅時候，我哋再一次咁樣去祈禱。而家請你哋回座，同我哋一齊舉行聖祭。阿們。各位請坐。而家嘅第一次奉獻係會為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籌款嘅。
請起立。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天主，求你憐憫即將受洗的兄弟姊妹，引導他們善道虔敬的生活，準備他們將來堪當領受你的聖事。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着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當基督向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時，就已經在他心裏賜下了信德之恩。基督如此渴求撒瑪利亞人的信德，是要在他心中燃起天主的愛火。為此，我們隨同天使感謝你，歌頌你的大能，不停地歡呼。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來到你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的第一天，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日子。你已高舉他，使他坐在你的右邊。我們靠他的名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祝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祝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信德的奧蹟，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們懇求你使我們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是你的子民，皆同我們的教宗良、我們的理主教斯德望與所有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上主，求你垂念你的僕婢 Herman、David、Joel、Monica、Madalena、Francisco Xavier、Miriam、Linda、Domingos、Francisco Xavier、Gregorio、Teresa、Isaac、Olinda、Teresa、Serafina、Father Fernando、Petronina、Marina、Catherine、Mario、Beatrice、Agnes、Don Bosco、Vicente、Emily、Augustine、Nelsie、Linda、Raphael。他們將引領你的後世者接受你聖洗的恩寵，求你也垂念所有在此參禮的人，他們的信德和虔誠是你所深知的。求你也垂念懷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並求你垂念我們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享見你光輝的聖容。求你垂念我們眾人，尤其我哋已甄選嘅後世者，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聖母的淨配聖若瑟、諸聖宗徒，以及你所喜愛的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獻揚你。願能天主與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永遠。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教導，
才敢說。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脱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華。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蒙召來赴羔羊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
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愈。請注意，而家係教友領聖體嘅時刻。如果你唔係教友，請你留喺座位上面，冇需要出嚟排隊領聖體。請注意，現在是教友領聖體的時間，不是教友話，請坐下來，不要出來排隊。Attention please, people who are not Catholics, please remain seated in your own places.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誰若喝了我賜給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
奉獻詠歌書102首，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請起立。請大家祈禱。上主，請在我們身上發揮救恩的實效，並助佑後世者妥善準備自己，將來領受永生的聖事。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們。我哋一齊誦念澳門教區成立450週年祈禱文。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讚美你，感謝你。450年前，你差遣首批傳教士踏足澳門，點燃福音火苗，使你的神國根植人心。我們步母遠東傳教聖言，繼續燃點福音聖火，使之越發璀璨。沒有你的恩寵與助佑，我們終將一無所成。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仿效聖母瑪利亞的忠信與服從，虔隨聖徒德範，散發基督馨香，堅定不移地恪守教區格言，勤修學問，砥礪德行。主啊，懇求你降福教區的神職人員，以慈父的心腸和宗徒的熱心，牧養群羊，輔助病弱，時時處處彰顯你的仁慈與美善。也求你福佑眾信友，明辨聖召，各盡神恩，建設你的教會，為拯救人靈辛勤不懈。願澳門教區如燈塔屹立，引領萬眾心靈歸向你的慈懷。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請坐，以下係堂區報告。第一項有個補充，頭先我哋收咗2次嘅獻義，第一次係正常嘅奉獻，第二次嘅獻義所得嘅奉獻金，我哋將全數交俾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該會一直為本澳嘅居民及教友家庭提供服務，喺一度再次感謝各位嘅捐助。第二項，喺4旬期內，本聖堂會逢星期5晚上8點舉行拜苦路，而第3次嘅拜苦路將會喺嚟緊嘅星期5晚上8點舉行。第三項，26年4旬期堂區退省會喺3月28日喺本聖堂舉行，由耶穌會郭春慶神父主持，內容會有講道、靈修、朝拜聖體、告解聖事、晚禱同埋聖體降福。時間會係晏晝嘅2點到5點半，歡迎本堂嘅教友同埋其他堂區教友參加。第四項，3月13號星期5晚上7點喺聖若瑟修院聖堂舉辦一場名為《從聖經舊約看禧年及大赦的意義》嘅講座，主講者係輔仁聖敏博神學院院長崔寶神父主持。講座之後，隨即會舉行教區450週年朝聖地祈禱，讓在場嘅參與者滿全獲得全大赦嘅部分條件，自由入場，無需報名。第五項，明愛4旬期愛德運動會喺2月18號至4月2號舉行。今年嘅主題係幸福在心內，慈惠植心田。捐款信封同埋奉獻盒可喺彌撒之後喺聖堂門前自行領取，並喺4月30號之前交回明愛。詳情可以參閱海報。第六項，3月份嘅堂區簡訊已經出版咗，喺度鼓勵大家取閱獲取堂區嘅最新資訊。稍後嘅禮成詠，我哋會重唱歌書200首，仁愛救世天主。報告完畢。請起立。願主與你們同在。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上主，我們懇求你時常引導你信眾的心，恩賜他們
常能存留在你的愛內，並能兼愛近人，以滿全你的所有誡命。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願全能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們當中。你們去傳揚福音、彌撒、禮成。